国际消息来看，南韩的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12月向宣布戒严，是去互特检组以内乱罪求处死刑。今仔日下晡，法院宣判一审内乱罪成立，无期徒刑。 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9下晡2点，针对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布紧急戒严，涉嫌发动内乱罪这案作出一审的判决，裁定内乱罪名成立，判终身监禁。法院伫判决内面指出讲，尹锡悦是这案内乱的首谋，要和军警的高层私底下协议，策动颁布紧急戒严，而且下令派遣军队封锁国会，想要来控制国会议长和朝野的政党领袖，让议会无法度运作。法院认定对伊的行为想要来消灭宪法保障的议会和政党制度，嘛涉及对新闻和出版实施宪法禁止的许可和审查，受扰乱国宪特殊的内乱行为。判决书内面嘛讲到，2024年12月初3颁布的紧急戒严令是对顶悬到下骹的内乱，而且指出讲相关行动的目的是长时间阻止国会召开，削弱宪政体制的运作。南韩的检方1月13要求法院判处死刑。根据南韩的法律，内乱的首脑上悬会当判死刑，也是无期徒刑。检方表示讲，虽然南韩已经被看作是实际上废除死刑的国家，但死刑同款属法定刑罚之一。阮是19伫法庭顶悬重新宣布戒严，是宪法予总统的权限，并无扰乱国家宪政的意图。国强调讲，伫国会通过戒除戒严的决议了后，就随撤回军警，并无实施暴力的行为。阮是伫全斗焕落胎二了后，第三个因为内乱罪受审的前总统。全斗焕伫1996年一审被判死刑，二审是改判终身监禁。罗泰义二审是减到17年。除了阮锡悦以外，共案嘛涉及前国防部长金良显、前警察厅长赵志豪等7个军警的高层。19法院外口有支持和反对阮锡悦的民众聚集，警方派15个警察维持秩序。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。